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12月25公司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咱先来看今仔有啥物新闻重点。总统赖清德下晡主持桃园机场第3航厦北定基隆厅启用典礼，第3航厦按说民国116年会当全部完工启用。今日台湾各地拢正冷，气象署表示讲，因为大陆冷气团各地拢是湿湿冷冷的天气，拜六才会较温暖。来看桃园机场第3航厦北定基隆厅，12月初1开始试营运，今仔耶诞节正式启用。总统赖清德、行政院长杜英泰甲交通部长陈世凯拢出席启用仪式。第3航厦按说民国116年会全部完工启用。第一项目标呢，就是第3航站，我们一定要如期在2027年完工。今天北廊厅我们正式启用。我们主体航厦的最后一根，就是钢构屋顶的最后一根弧梁，在12月29号就要安装。那我希望我们在2027年第3航站都能够顺利完工。交通部长陈世凯嘛表示讲，第3航厦北定基隆厅今仔正式启用，是送予各人的耶诞礼物。试营运的时间已经服务25000个旅客，满意度是拢真高。在民国116年第3航厦的全部完工来启用，未来唔若要服务咱国内民众，嘛望讲会当来乘做国际旅客专机真重要的机场。未来桃园机场3个航厦一当计共是当来服务8200万的旅客。该看昨暗头台中的卑南乡发生规模6.1的地震，正阳附近的体育中学灾情上严重，国训中心东部训练场，阁有学生宿舍甲行政大楼，壁阁天崩壁溃落落来，甲再是无人受伤。有专家嘛指出讲，即届地震是菲律宾海板地甲欧亚大陆板地相克，未来1礼拜有可能会发生规模5以上的地震尾。大地震了后，25日下，台东体育中学教职员进行全校检视，发现行政大楼位定是到2楼，真侪所在壁拢有壁损。学生宿舍2楼学生房间的外壁，嘛有真侪所在出现一个大母公看的壁棚，好在再无学生囡仔受伤。如果有安全疑虑的话，有考虑会将2侧的学生的目前的住宿先安置在比较安全的一个场域。体育中学专业的运动场馆，嘛是国训中心东部训练场地嘛受损严重，包括室内脚球场、现代5项竞技场、天棚甲真侪运动设备拢落来受损。校表示，因为教室受损较轻，目前以学生囡仔安置优先处理。若是场馆甲宿舍、餐厅这些建筑物，会请结构技师会勘，查步请教育部甲运动部支援经费的修理。那学生的那个安全的动线，行的动线、住的动线、食的动线。还有训练、学习的动线这些部分，我们做一个就是这个是我们优先来做处理的。二是台东地震气象署测到规模6.1，二五透早3点甲4点嘛分别测到2解规模4.6甲4.2的地震。专家表示，台东触谷断层大较济，受到菲律宾海板块前缀着欧亚大陆板块影响，发生规模6的地震可能会比较济。那个不管是花莲还是台东。还是宜兰都一向在9月1之前还有9月1之后，都是台湾那个规模6以上的地震最好发的地区。郭凯文进一步分析，台湾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差不多会当100天。伫台东卑南发生规模6.1地震前，台湾已经有119天无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这届地震了后，春节前后要阁发生规模6以上的地震机会降低，不过也是爱请民众多多注意。公司新闻采访报道。今仔透早变天咯，天气是熊熊变甲真冷哦。气象署表示讲，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台湾各地温度是拢降真济，这方面卖落雨。湿湿冷冷的天气哦，就爱等到拜六才会较温暖，高山嘛有机会会落雪。拜四是行宪纪念日，嘛是耶诞节，有真侪民众拢放假。气象署表示，若有要出门，就要穿雨靴，因为拜四、拜五受到大陆冷气团影响。各地温度拢会明显降低，爱到拜六才会小可回温。红色这个线条，北台湾一整天温度都是比较偏低的温度上来讲，大概都是维持15到16度这个温度。而中南部的地区还有花东，同样的温度也是相对是比较低一些的。中部的话，大概高温差不多是在18到20度，
而南部的高温则是在21、22度上下。除了温度降低，气象署讲，因为东北风含对流混合的关系，这方面的北部甲东部有雨，若中南部地区的云较少，所以有机会会当看到日头。迎风面的北部、东半部地区，以外就是在中南部的山区，都有一些离析或是局部的降雨的部分哦。特别要留意是在今天基隆北岸、大台北山区，还有宜兰地区。一整天降雨时间都会比较长的有可能会有一些局部较大雨势的机会发生哦。气象署指出，这两天中部以北、宜兰和花莲2-3千公尺以上的高山有可能会落雪，也是结冰，提醒有要去山顶的民众要注意安全。记者陈心东、谢桂玲台北报道。台湾这2日会有今年寒冷以来上强的冷空气，伫云林这边拢过的农民是赶紧用塑胶篷布来规制来挡冷风。种旱之后的农民是伫田林来灌水，望过当减少顺风造成的损失。台北季风增强，气温降低，云林种几的农民透早去巡视，因为麦农只要温度伫咧15度以下，就会停止生长。这2天冷空气流南，这农民是唔敢大意。今天这种大风这种天气嘞，全部都要盖得很紧密，不要有风进去。好，不然那个叶子太薄了，那个风太大哦，摇哦，那个会坏掉。户外种旱之后的所在，农民伫咧北边搭乌网啊遮风，嘛伫咧沟啊灌水，较袂互风安尼扣，叶啊会受损。因若种大同仔的，是甲网啊绑好较严的来应用。要来挡过这波东北季风，就小可擦伤安尼啊，就伊会打，卖相就较无好啊。碗是上主要是防风佮迄个防迄小鸟，嘿。根据中央气象署的资料显示，这2天台湾受到大陆冷气团的影响，冷空气豆豆落南，暗时降温会更较明显。中部平地所在上低温可能干那12度，风透、温差大，气温更低。较袂动力寒的农作物，拢爱加强防范，避免农损扩大。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今仔透早，台南有一个姓叶的查甫人可能是不满财产的分配，摕2支刀去中西区的赤坎街一间酒吧找亲情来理论。毋但伊家己受伤，伊的亲情甲一个经过斗3工阻止的民众是计共3个人受伤也毋过加载是拢无性命危险。警方嘛以现行犯甲这个嫌犯抓起来，以杀人未遂罪来上班。对监视器内面会当看到半暝啊，传出有人大细声起冤家，现场轰轰嘣一声，足大声。某人话讲紧报警，这件代志就发生伫咧天马光4点外时，台南赤坎街一间酒吧，哪像是因为家族内家产分袂平的代志，一个查甫人摕双刀伫遮要输赢，现场 QQ 落落，嘿叫，甲厝边隔壁拢插起来啊！足大声，个时间真长，头有半点钟，嘿足恐怖，时间真长，个有人咧烧麦。烧麦哦，对，看到足大声，第二日就被困一人。有救护车的声4点外，若救护车人咧困较会紧张啊。当去事发现场，涂骹也阁有足大台血液，消防局讲现场有3个人受伤，包含摕刀的34岁姓叶的查甫，有2个挑来的亲情。那这有受伤的空碎拢集中伫手，因分别坐救护车送去病院治疗。家在受伤目前严重。那警方这边表示，嫌犯为着家产分配代志是专工摕刀走去酒吧找亲戚理论。迄阵在场的人做伙甲嫌犯压掉咧。警察队的快达部队赶到现场，随甲人掠登去侦办。那我们到达现场的时候，现场有3名伤者，那我们先后送2名伤者到成大医院过程中造成叶贤以及其他2名在场人手部受伤，均无生命危险。员警当场将叶贤依现行犯逮捕。这件事件嘛，互外界想到日前台北都发生乌白杀人的事件。虽然这件是家族纠纷引起的，不过伫咧敏感的时机点，民众难免的心惊惊。警方回应会以杀人未遂罪嫌疑送侦办，后续嘛会持续巡逻，保护市民的安全。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台北随机杀人事件发生了后，嘛产生模仿的效应，有民众就伫网络铺文讲要伫台中杀人，警方伫丰原区掠到这个铺文泄露的嫌犯，该移送法办，嘛向法院申请羁押。台中的警方嘛强调讲，今年的跨年暗会会来加强安全的检查，嘛禁止民众载行李箱啊甲登机箱。警察摕区票甲人押上车。
南投警方23伫抖音等的网络社群发现一个po文，讲到12月19台北攻击事件，这个嫌犯是因阿兄，因是共一个组织，而且讲要伫咧台中的卖场、电影院连锁素食店大规模杀人。检警同一天伫咧台中丰原找到这个po文泄露的嫌犯，以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法办，获审了后向法院申请羁押。经检察官核发拘票，在台中市丰原区查获罗姓涉案的犯嫌到案，并查扣涉案的手机1支。全案讯后，依刑法恐吓、危害公共安全等罪嫌，移送南投地检署侦办。台中市嘛提升防止恐怖攻击的层级，警察详细伫咧舞台边搜查。台中市下年暗暉即届伫咧水南中央公园办理，今年会派700个警察伫咧附近采6个安检站，而且为着避免有人模仿台北攻击事件的行为，嘛加强安检的速度。头一届禁止民众载行李箱、甲登机箱入场。民众到安检门的时候，就先把口罩拉下来。那因为这个大型行李箱里面可能藏有一些物品，是比较难以检查的。禁止携带我们的大型的行李箱，这是以往没有的一个措施，请市民朋友要特别注意。另外，禁止载违禁品，包括刀啊、化学危险物品、不明的粉甲液体、有发射功能的机械、甲会发光的气球等等。若有特定的所在，人阵真紧挖过组织伫遐，就会随调动警察部署，提悬维安层级，陪民众安全迎接新年。记者综合报道。刑事局指出讲，最近这3日都有71个恐吓治安的言论，已经抓到8个嫌犯，其中有2个获法院裁定收押。司法部嘛通知网络平台，若有相关的言论，就爱随落架，嘛使用 AI 的系统来监控。前几日有网友伫咧社群平台发文，讲周文、郑捷拢是伊成立的专案小组，佮讲要攻击小港机场，不当言论的代志，毋拿一件。伫咧下晡，佮有民众打文预告，讲下晡1点半要甲台北捷运绑掉，引起惊吓。警政署指出，伫咧台北市随机攻击事件了后，就出现真侪模仿的效应，敢若3天就掌握71个相关的言论，并且抓到8个嫌犯。阮会透过全国的各地的警察机关去掌握在网络上这不实的言论，不如检察官开股票。阮的依照刑法会恐吓公众的安全罪来带移送法办。警政署也提醒真侪人，就是讲用藏名的方式去留话，或者是发文了后赶紧删除，警察就抓袂到。其实这拢会留落来相关的记录和所谓卡件，因拢会追查到底。毋但是警政署、司法部也表示，政府拢会通知平台爱摕落来，而且现在各大平台随时拢有 AI 监控，留话就随互人掌握。各个平台都有他们的社群守则，如果是透过社群守则的话，他们通常会用 AI 的方式，然后也会用自动化的方式，先一旦侦测到有疑似这种制造恐慌或者是不当的言论，他们就会降低触及。警政署呼吁莫散布恐吓的言论，嘛莫看到相关的大文就要转传，第一时间先截图，马上向附近的警察机关报案。关键期间，大家互相斗3工，做伙守护社会安全。记者陈亚轩、郑俊佑台北报道。台北攻击事件嫌犯是挂防毒面具犯案，台北捷运嘛修改规定，若无正当的理由戴防毒面具，还是头盔等等有违案疑虑的打扮，经过可抗无改善，就禁止出入捷运。捷运冒设一面悼念墙，互民众来感谢怀念勇敢阻止嫌犯，也毋过说不幸过往的有家抢先死。写纸条啊，早会为中部上报的蔡同学特别来悼念伫攻击事件内底主动嫌犯所不幸身亡的余家抢。我觉得余先生很勇敢，然后他值得被纪念。进到这个空间的时候，你可以就真的在那一个悼念的氛围里面，然后就比较正式也比较严肃一点。为这些牺牲的人，然后感到很遗憾。这是北捷伫台北车站闭环站方向 M7 出口通道，室内暂时性倒两壁，写影响挡住岛甲火，挡住行侠。这都是因犯会记录无悔的神影，都是假日未少人献花甲卡片。北捷当处长赵少年也低调来遮。我问一下，
不只服务因为通知下，除了会以外，且唔通放饮料食面，车站警员一定是巡查、换形影以及依旧嫌犯，包括风度面卡犯限。不只也修改规定，即马开始旅客装扮有影响维安甲安全记录，亲像无正当理由挂风度面卡、过路式呼吸器头盔等装扮，或者是穿有强光武装这物件，无必听看到故作运送，也建议未来无排除在重要车站导致监视器 AI 辨识功能。摄影机当然是要够多，影像判读的问题嘛，然后影像判读以后确定这是风险，执行人员能不能马上到啊？学者分析，爱收集长照的监控模式，让 AI 政策更加精准，避免误判，佫需要一定的时间来建立。另外，就算提早预警，也要有认定，会马上保护形象。记者综合报道。来看明年的元旦开始，卫生福利部有真侪新的制度要上路。当朝3.0实行增加2类给付的对象，嘛限期扩大注新冠疫苗，生育的补助一胎是提悬到10万块。另外，胃癌卖当来公费体检咯，中介受理户等绿色补助一个月嘛增加1000块。2026年特别9月，卫福部公布真一项明年新制，大省市当照3.0计划，为明年元旦开始，除了本来服务对象以外，会扩大新增加全年龄适龄而且适龄者，也加符合急性后期整合照护计划 PAC 受案的对象，而且当照2级以上，一个差不多有74.5万人得到好处。疫苗注射部分，年满6个月以上到明年2月底前，拢会当免费注新冠疫苗，公费肺炎链球菌疫苗是改做20价 PCV， 提供65岁以上的长者，才会高风险族群来做。高年龄的人，然后他可能生病或者是有其他的疾病，但是家人就是要上班，没有办法照顾到他们，然后这样就是会对他们比较好。现在是自费，所以有些诊所不一定会进。对，然后如果是全民接种的话，然后又是有政府补助，应该会更容易找到可以接种的诊所。另外，针对国民年金被保险人也加无参加社会保险的生母生育补助，每一体生育给付国家生育补助，会当领10万块。国建署补助45至74岁民众，每人终身一届大便抗原检测为喉温螺旋杆菌公费体检，希望有助胃癌的防治。一共有60万人得到好处。他如果起步先从这个部分做也是可以啦，慢慢的其他的这种健检也可以进来变成健保。另外，为了加强照顾弱势，针对政府列册的中低收入户等弱势族群，除了原来的生活补助，低收入户每人每个月加发1000块，中低收入户每个月加发750块的生活补助，为115年1月开始至116年1月底，一定发放13个月，差不多会当照顾54.5万人。公视新闻采访报道。传出讲有2种德国原厂下久急救的药药厂要退出台湾市场。消息表示讲，这是因为药商要停产咯。也毋过另外有3种有许可证嘛同款的药所以病人唔免伤烦恼。来韩食药署将全球停止生产供应该等药品，预计于115年7月完成最后输入规划后停止供应。经临床端评估，国内尚有其他成分同药理机转且具有相同治疗位阶的口腔吸入剂药品许可证至少3张，目前皆正常供应。消息表示讲，外面这2项急救使用的下久的药品，虽然药商停产咯，也毋过咱国内嘛是有同款治疗效果的药品通过替代，嘛已经有协调药商会当来增加产量，所以病人会当放心，唔免烦恼讲无药通用。来看美国国防部公布2025年中国军力报告，指出讲，若中国认为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会用4种的军事手段来逼台湾统一。报告嘛讲到，解放军核子武器和海军等军力是愈来愈强，已经有能力直接威胁美国。国防部这2天查到6台强机、8只强舰、1只公务船绕台，嘛掌握中国预定27要发射载运火箭，会经过咱 ADIZ。咱国防部发布2025中国军力报告，特别关心台海问题的级别性，讲到中国2027的目标已经有对台湾取得战略决心。我们叫以矛攻矛啦，就是说。我们在建构完整的盾来讲其实都可能没办法有效抵挡对方所射过来飞弹。那有没有可能把我们的部分的军费呢投资到这些所谓长程飞弹上？这个可以考虑。
报告讲，北京若判断有必要对台湾采取军事行动，可能有4种选项：无开战的协议、联合火力打击、海空封锁、加联合电力作战。而且报告毋若干那台海问题，嘛讲到中国甲美国当作强敌，一直伫扩大核武，已经有能力对美国构成直接的安全威胁。其实美国会特别关注说哪一个国家的核子武器可以打得到哈。那其实中国的整个核子武器的数量其实不及美国跟俄罗斯的1/10都不到哈。但是核子武器有它的特性就一枚能够摧毁，假设能够摧毁洛杉矶，其实都算是很大的威胁。专家建议，台湾是面对中国威胁的上前线，除了打造台湾之盾等自我防卫能力，也应该同步强化挽回打击能力。国家若是会当持续深化台美合作，可望让中国唔敢乱输来。公司新闻采访报道。美国拒绝发签证予包括法国前财政部长顶5个长期重视打击网络收混言论甲假信息的欧盟人士。美国国务院是指控讲，因想要胁迫美国的网络平台审查言论自由，进行严格监管。也毋过，欧盟甲法国政府嘛对美国来表示谴责。法国总统马克龙是批评美国是咧恐吓。美国国务院拜二宣布一个大消息，要对5位欧盟官员实施签证限制。国务卿讲，这激进分子长期设法要威胁美国的科技平台，听法甲打压甲意见无同的美国言论，严重影响美国的外交政策。制裁名单内底捌负责所谓事务的前欧盟执行委员布特东是上届大尾。美国讲伊带头推动欧盟所谓服务法。去年8月，布特东就捌致函予马斯克，警告 X 平台咧直播川普访谈的时阵，可能放大有害内容。川普这口气当然吞袂落去。欧盟强势执法，伫咧社群媒体顶悬嘛有2派声音，伫 X 平台顶悬出现真侪波文，指责欧盟的行动根本是过度干涉言论自由，甚至有特定的政治目的。Cette loi elle est faite pour corriger ce qui nous semble pas aller dans le sens de l'intérêt général. On le voit évidemment sur le DMA, on le voit aussi sur le DSA. Et derrière, c'est aussi, un petit mot aussi sur le DSA, c'est aussi la protection de nos concitoyens. Oui, on pense que ça ne peut pas attendre à partir du moment où la loi a été votée. 除了布特东制裁名单，也有非营利的团体对抗网络收讯中心的执行长，甲德国反网络收讯倡议组织的领袖。美国认为这个组织利用打击假消息的名义做言论的审查。欧盟驳回，这个法规只是确保线下违法的代志，线顶同款违法。对签证限制会使看出来，欧盟管理社群平台，和美国政府的气模式是介歹，用外交手段要制裁，和两边的外交关系是真紧张。公司新闻郑威林编译。天主教教宗良14世今仔伫梵蒂冈的大教堂主持年内头一场耶诞弥撒。教宗讲，耶诞节是信仰、仁爱甲希望的节日。伊嘛伫讲道内底来批评现在的世界是扭曲的经济体系，造成咱人拢互看作是商品。伊呼吁讲，应该对移民甲善食人较好的。伊嘛对罗西亚拒绝伫耶诞节即日停火，感觉非常的遗憾甲悲伤。庄严神圣的圣歌内底，70岁教宗良14世慢慢进入圣保罗路大教堂，这位史上第一位为美国来天主教教宗，今年5月由全球的初期主教选出，接替已经过身的教宗方济各。这是伊上浸了第一场耶诞主夜弥撒。过去几年，因为方济各年岁较大，耶诞弥撒拢提早到暗时7点半。今年良14世将伊向后延到暗时10点才开始。Finché la notte dell'errore oscura questa provvidenziale verità, allora non c'è neppure spazio per gli altri, per i bambini, per i poveri, per gli stranieri. 这一天，罗马虽然落未细雨，暗过差不多5000个信徒议员穿好300雨衫，伫圣保多禄广场透过大型幕参加进前教宗伫雨中出现伫露台，向信徒致意。This Christmas, I'm praying for everybody, the less fortunate. Yes, there is a lots of war, but we should keep a hope in ourselves
高中进前伫港府福报大爱所在接受媒体访问的时阵，表示，呼吁全球应伫耶诞节这一天至少停火14点钟。不过也贴心表示，罗小拒绝伊的提议。另外一场为自2023年开始以哈战争，和约旦河西花都起玻璃园，2年无办耶诞活动。不过今年这重回以前的新鲜甲欢乐气氛，大大耶诞树，接下来歌声甲观光客，拢亲像咧讲战火有希望离开。Wishing you all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to come back again to this beautiful place, to the Holy Land. Please do not forget it. 地中海沿海加沙虽然遮大部分的人拢信奉伊斯兰教，不过少数天主教徒也在脆弱的天火协议之下，搁一摆迎接耶诞。不过平安依然无完全到位。加沙市东部的土法赫社区顶礼拜依然一间收容难民的学校遭到以色列军队攻击，造成5人死亡。公司新闻红如梅报道。过来消息来看，嘉义市区昨下晡林家厝着火，烧要2点外钟才拍花，结果嘛烧掉7间厝，加在是无人着伤。火灾时阵搁较拄着电动，也毋过消防局是表示讲，这场火灾是甲电动无关系，着火原因爱搁调查。消防人员爬去伫厝顶拍火，要来赶紧控制火势。嘉义市中山路甲民族路口，24日下晡5点外发生火灾。因为遐个厝大部分拢是柴起的，外口阁包铁厝，所以火势一开始就延烧3间店面。消防局是出动3个分队赶到现场来拍火，嘛赶紧疏散厝内的民众。我著馒头店规个拢去啊，馒头都烧掉啊！啊，内底迄落冷冻库拢机啊，拢嘛去啊。大火发生的时阵，大好阁拄着地动的国家警报，所以一开始互人误会是地动造成的火灾。消防局指出，接到火灾报案的时间是5点38分，比地动阁较早。这届计共出动15台车，47个人拍火，一直到6点半左右才控制火势。那个现场那个火势很大，那向外烧出那我们总共派出了15车47人进行抢救。那目前火势已经进行的控制了，那我们在持续的灭火中。这场大火一直到暗时7点半左右才拍花。消防局表示，现场无人员的伤亡。不过有7间厝伫这场大火来受到损害，详细着火的原因，搁要等刷落来现场的调查。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再来看昨暗8点外，代替一台华人往云林岛南的177处自强号，经过中华的石油机电故障掉伫铁轨路，嘛造成部分的车帮延误2-3点钟中华车头等车的旅客是塌甜，计共是有8000外人受到影响。伫昨暗11点外，先开放单线双向通车；伫透早7点专线开放正常通车咯。南下先跟我过去等接驳车。已经是暗时10点外，中华火车头阁有侪旅客等无车帮通坐，这是因为代替一只177道南的自强号，拜三暗时8点外经过中华路段时，集电间发生故障，电线落伫铁轨路，除了乘客伫车顶调2点外钟，所有车帮嘛拢有延前。当时我坐的那一班电联车在乌日站的时候呢，就全车的人都在电联车上面傻傻的等。大概7点多搭车，然后坐到彰化，大概8点多，已经等到现在11点了。对啊，没办法回家。看他们新闻稿是写8点41分出事的嘛，现在都11点了，小朋友都还在外面，其实家长也会担心。这站事故地属中华东正线甲西正线拢无法度通车，代替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全力抢修，嘛启动公车接送旅客。先伫拜三暗时11点14分恢复西正线单线双向通车。电车线做了一个整理，让我们的西正线可以单线通车。那我们现在目前的话是要把故障车，我们要先把它拖回到我们彰化站。然后再陆续抢修我们的东正线。中华东正线伫拜四透早7点嘛完成抢修，恢复山海线双向通车。代替表示，因为拜四是固定假日，拜三暗时坐车的人有比平常时多。这届事故拢总有56帮车厝，8000外人受到影响。民众车帮若办45分以上的，一年内拢会当摕车票去车站办理退票。记者杨淑静中华报道。交通部统计桃园今年1月到9月交通事故死伤的人数是6都内底减少上济。桃园市的交通警察大队嘛表示讲，因明年会阁重新来评估科技执法的地点。
遐嘛的告示牌提醒头前的路口有实施科技执法处地，民众讲便若经过，拢会较细致。交通部统计桃园今年1月至9月各种形态的交通事故、酒驾、行人交通事故的受伤或者是死亡，各项的减少率拢是6都第一。我对科技执法是相当的认同，确实是减少很多交通事件，就这样子。那你自己会特别的小心谨慎吗？我还是照规矩来走啊。那看到科技执法会不会特别的紧张谨慎？会哦，看到以后车速自然会慢下来，会减慢，会紧张，就怕越罚啊。交通警察大队统计，今年到今科技执法共举发各类型交通违规316221件，民众违规的情形平去年同期降差不多11%。有按科技执法的路口事故发生率是降13.71%。科技执法地点需要滚动式的调整，主要是为了避免执法地点固定，失去吓阻效果。同时考量交通安全、民怨及执法效益，为有效预防交通事故，交代每年评审评估100多大科技执法的地点，透过资料分析淘汰无合理的地点，甲刷开高事故或者是违规的热点，配合交通工程、道路设施完善度甲现场设置环境，谨慎评估。尤其是车唔停让过路人是执法的重点，会优先安装。明年1月、2月是宣导期，3月初1正式执法。公司新闻詹淑芬桃园报道。2023年12月底，新竹县29岁消防分队长尤尚华拍火殉职，迄当时救出4个义工哦。路尾嘛发现讲火灾地点是违建。分队长的爸爸不满讲代志已经发生2冬外咯，嘛拢无看到县政府向厝主也是义工的头家来追究责任，所以即马决定讲要来向新竹县政府提出国家赔偿。邮务专指出，尤尚华过去放弃优秀的学校，选择做消防员报效国家，不过不幸为国家殉职。代志发生2冬外以来，却无看到政府对当初时救出来的非法义工、雇主以及违建的厝主提出相关追究责任。雇主来聘义工的话，他们负责消防安全及住宿安全的管理。那他非法，他当然都没做啊。新竹县政府跟我讲说抓不到人，新竹县政府我不知道是谁个单位写的，我不晓得。他说找不到雇主阿后啊，我就非常不服气了啦。宁可用自己的生命去换小孩的生命了，这一辈子根本回不了脾气。我从他死到现在，我每天都穿着全身的衣服啊。邮务专表示，过去2冬外以来，当初时发生火警的违建，到达若无拆除，厝主甚至阁继续说服别人。伊认为公部门多日延迟追究，所以对新竹县府诉求提出国家赔偿。那2个赚钱的非法的违建的，还在继续出租牟利，也不出来能够对我们道歉和解。这个不是公部门不作为吗？有关家属所提的相关的一个刑事或者是民事的诉讼的部分，这个部分已经进入司法的一个程序。那我们在这边也会持续的一个关注后续的一个判决状况。有些人如果觉得本府有国家赔偿的责任，可以书面提出申请，我们会按照法令的规定依法来处理。另外，邮务专也指出，公府拢无针对聘用非法义工的雇主进行相关追查，而且嘛无人来甲家属会实例可解。对家属来讲，公平正义到底伫倒位？记者杜君豪新竹报道。花莲大地震哦，马太溪崩山湖放弃做大水，林保署花莲分署最近嘛出动直升机甲无人机，伫空中哦来夜景子来要来种树啊，嘛佫会当来减慢土石啊冲挂着水尾，来做一寡水土保持。为空中看，地表拢是山石光影影，亲像月球表面。暗过远远的白红色的崩山湖，标示出这所在是马太湾溪水头。最近花莲分署出动空中摄影机，将完成食物的纸，也伫崩塌的土地，希望发出食物。一段时间内，它能够赶快树身生出来，然后让那边的那个植生能够恢复哈。一方面固定土石，一方面可以防止那个豪雨的一个冲刷。0203花莲大地震，马太湾溪水头出现大面积崩塌，加速崩山湖，各地到月底崩塌，造成大水灾。花莲分署展开招呼吁，希望这个山壁应发出食物，为空中夜景、城市业化承受后果。
如果它有用，我们就可以赶快那个大面积的一个撒播。那预计到明年1月之前我们会先撒播个20公顷。这几乎赤杨球形顶，空投了爱先顺利落地土，才有机会生根，而且爱精心包地，用分解在这内底。类似像纸浆那种东西，有机质，让它可以快速的分解的那种材质，这就是增加重量。因为它有重量，它就不至于说一下风来的话，可能就被吹走。这所在偏僻用空中野方式，目前23公顷，希望是会用顺利生根。黄进全组长指出，若无去做，当地真可能10几年甚至20年拢发不出食物。透过人为力量的解释，能帮助减低服用的时间。记者综合报道。花莲的铁道文化园区的一馆在去年加冬嘅结果受到损害，到当时还未修理好势。也毋过一直拢有游客伫园区有开放的所在地参观，我该是烦恼讲敢会有安全的问题咧。日本新乐器的建筑充满历史的气氛，这是花莲铁道文化园区一馆。去年4月初3大地震了后，真侪结构断去，厝顶嘛放落来。目前暂时用钢筋建立，有有封锁线，请民众唔通跨过。整个屋架是有歪掉就是有倾斜的状况，主要是 BC 栋的部分。那可以看到这边像这一排的柱子都有点倾斜了。因为一馆户外空间也是依次开放，敢会有安全的问题引起关注。加上今年2月已经摕到中央补助5600万，会当修理，不过到当也未动工修复。地方真烦恼讲会囥伫遐咧用。因为你现在进来，整个就是感觉结构很危险。那建筑师也在做结构的修复嘛。里面有一个好的一个电影院，但是你里面怎么乱七八糟，又弄一个封锁线，你这样让观光客的感受很差嘛。文化局解说，文化资产修复要经过基础调查的研究，听候修复再利用的报告书出来了后，还阁要送审计会来审计，规划设计了后，才会当甲工程发包出去。那我们原则只要修复再利用的原则出来了，我们现在会先提审议会来审议，然后它的规划设计可以同时同步进行，所以像目前初步规划的话，应该可以缩短4个月的期程。铁道文化园区一馆是1909年日本政府起的。较早号做铁道部花莲港出场所，是早期管理花东铁路的总指挥所。2002年来做是花莲的历史建筑。文化局强调讲，会赶紧修理，恢复基本的样态。记者综合报道。宜兰的文史工作者发现头城有一个工地那亲像有挖出头围港时期古早沉船的遗迹。之前伫文主审查认定的清停书嘛发生争议，落尾文化局要求讲先暂时停工。昨暗时搁再召开文主审议会，委员是认定讲这个工地是无历史的遗迹，会当搁动工咯。头城建筑工地进前发现一批材料，文史工作者认为好亲像是当回港时期高沉船，马上通报文化局现勘了，无法度确定这材料是毋是有文书价值。不过竟然现场确认无考古文化展，已经先停工。同意通过开发单位复工，但是也要求开发单位在复工前应委托考古专家学者来进行施工监看。文化局只是开文书审议会，针对这项是毋是复工这议题讨论。因为现场无考古文化展，无破坏考古遗迹问题，同意开发单位复工，不过要求现场委托考古专家学者进行时间监看。文化局提案，未来若拄到同款的案例，无破坏考古遗迹的问题，用拖hand形式通知开发单位先复工，何外界质疑违反文书法，造成行政单位裁量权太大了。文书工作者认为，若拄到同款的案例，有公函等级别记录，应该用个案方式宽刑变通，或者是加速行政效率，用拖案的方式同意复工，会让行政单位裁量权过大。审议文书委员认为，理解反腐为兼顾文化保存加公共安全利弊，不过建议更加周全的配套措施了，各上审议。目前文化局在这件事情上的作业方式，其实也确实稍微显得有点缓慢那当然会造成地方上也会有所质疑。针对这案件，文化局已经是第一摆引起争议。过去在不伫无带文书委员到现场情形之下，初步认定这材料是无文书价值的水漏茶，互文化团体批评。因为争议真侪，负面在提案要求文化局将对这案件进度充分对外说明。这材料是毋是有文书价值？文化局表示爱搁研究。记者综合报道。
来看高雄哦，总人口数有200多万人，全国前11大人口上侪里有7个里就伫高雄。市政府早时通过讲要先增加10个里，嘛要裁并7个里，明年7月初1实施。也毋过有里长就讲哦，进前伫个公听会，地方有表达真侪心声，市政府是拢无接受，伊嘛质疑讲公听会敢只是听书尔尔。迄群日早起，高雄未少民众到美术馆4块位啊休闲运动，这是美术馆特区所属的凉水里人口数3万多人，是全国第2大里。明年7月初1要拆做北美术馆里、南美术馆里2个里。很难过，也很失望，也很难认同啊。但是我的建议权没有办法干预到他的裁量权啊。也分为2里之后，将来为了整体开发而产生两个不同的里长、不同的意见。消息一出，里长蔡学林感觉遗憾，质疑第1届公听会无共识，承诺要开第2届，还未调开，市府就自行决定要拆里。地方多数拒绝的声音无互接受，也质疑公听会只是完成定数行一个过程，毋是真正要听民众的声音。条件相共的时阵，里面的条件相共的时阵，安尼上要优先，北边的里面优先，还是南边的里面优先？我感觉这是拢无去讨论到的问题。学区房价都有影响，对，那还是最后还是没办法的话，还是得配合。凉水里点高雄精华地段，虽然市府表示学区未受影响，不过也是有里民认为未来拢真歹讲。行政无论是在行政资源或者是整个管理规模上，都是一个极大的一个负荷，行政资源的配置会很明显的失衡。市府回应里变做调整是为着避免基层行政量能失衡，甲里林长共心无共工等等的问题，已经充分甲地方沟通，嘛有惊行政审议的定数，全市有做赢，南仔溪、鼓山等7区21里要调整，全市合计增加10里，裁并7里，对115年7月初1来生效。广视新闻采访报道。代替南投一节线2021年线壁放弃部分的路段停驶，后来嘛因为崩坑没时间，一节站嘛停驶了，对当地员工是影响真大。这摆工程拢要完工了，按说明年1月初5，一节站就恢复通车了。集火车头前无啥物人，真无简单，单接送车带一寡游客来，但是集火车头看无火车，或者游客是感觉真失望。也没有什么人啊。看不到什么人啊！来这边带期待，然后都就是失望啊回去之后，他大概也不会再想起这个地方。那这个地方当然就会越来越式微。代替集支线，2021年8月受到边坡出落来影响，造成集到车埕之间是停驶，甲等已经4年的时间。2024年5月，佮因为崩坑挖坑的工程，集站嘛停驶。目前火车敢若会当驶到南投民间的露水站，本地上精华的观光带，即马等于拢袂当用。不过即马代替嘛宣布，因为工程的进度，集站会伫明年1月初5恢复通车。后来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整修好了，那就是重新隧道扩孔以外，还有等于是说重建的状况，所以那个花了比较长的时间。我们当时还想说可能会一半或者怎样，但是真的不到1成的人。另外，集站到车埕站的区间，因为边坡修复工程的难度较悬，按算伫明年6月会通车。当地店家讲，停驶的期间游客量是大减6成到7成，复驶了后，除了会当强化在地的特色，嘛会当甲游客和观光效益带转来。希望早一点用好，这样子大家景气会比较好嘛。这样子，因为我们也是熬了很久。公所这边也特别向交通部观光署争取一笔相关的经费来。针对这次复驶来办理一些系列活动那也请民众敬请期待，会有相关的彩绘列车。公所表示，除了和代替建议复驶交通配套，提升游客交通利便性，嘛希望会当加速集到车埕段修复的速度，和当地交通和观光连做一线，才当感觉这个发展阁兴起来啊！记者综合报道。司法部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医疗库，内底是有超过2000笔资料，来自200多个政府机关哦。包括当来训练出我今咱台湾社会甲语言表达 AI 模型。
这批网络打文车主的电动乌托邦乌白叉，互人打条啊、抓条啊，顶面写的小电驴是中国用语，虽伫咧网络引起讨论，也引起批评。侪少年囡仔因为受到社交软体、影音文化影响，会伫咧日常生活中使用中国用语 ，AI 长时行。台湾也面对着新的挑战，因为华语的资料拢是用简体字较侪，为着要互 AI 模型的训练贴近台湾的语言和文化，司法部拜三也发布台湾主权 AI 训练资料库。那其实以国际上来讲的话，目前能够取得的中文的这个资料里面，其实它很大程度我们担心它会偏向于就是不是我们认同的价值观，所以我们也希望能够提供一个是民主社会的价值观的中文语料。这届司法部的 AI 训练资料库内面有超过200个政府机关投入，2000挂笔的资料，超过6亿个资源。教育部也提供客语、台语、原住民语的资料，予工程师使用，帮助训练出台湾社会语言表达的 AI 模型。我们这一次有上架的资料有包含就是台湾台语的语料库的原生语料的整理版，那另外一个呢是台湾台语常用的字词典的资料。司法部表示，现阶段的资料先对中央政府来收集，后一步会邀请地方政府来加入在地讲法，未来也会找民间的学者共同讨论。望未来有一天 AI 会当真厉害甲用无共的本土语言口口来推动台湾主权的 AI 发展。记者李选王志光台北报道。抓风车文教基金会对2006年开始展开台湾319个乡镇的巡回演出，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这个计划要满20档啊，每年会来推出纪录片，有特别的演出，要来记录这20档来的点点滴滴。咱大人会当带小朋友做伙来看戏。里长用麦克向里面放送，讲有剧团要来表演，会当带囡仔去看戏。表演的剧团是抓风车剧团，因对2006年开始伫台湾319个乡镇巡回演出，初心就是希望透过表演来陪伴囡仔大汉，马速地都市甲增开的艺术表演资源落差。我们希望我们所有台湾的儿童能够在笑声中长大，能够在笑声中培养出正确的人生观、积极的人生观、爱的人生观，对不对？不放弃的人生观。对这个咱台湾的多元的母语吼，这个推广，这个工作吼，我们嘛，甲咱纸风车的一寡经典的剧嘛，譬如讲《武雄拍虎》，譬如讲，阮去年改编的是一出叫做《顺风耳的新香炉》。伫咧台北、伫咧嘉义、伫咧台南、伫咧屏东吼，演出了在地观众看。这个艺术工程计划每年行入20档，台湾行政区因为改制，即马嘛对319个乡镇变做368个乡镇。为着要记录这20档，剧团嘛打算要来推出纪录片来记录这20年来因陪伴囡仔的过程。我记得有一次在一场拍摄的地方，通常小朋友结束，再见，小朋友不是哦，在纸风车表演现场，小朋友是会问你们什么时候还要再来？再见跟再来是不一样的感觉的。再见就是一场活动结束了我们就再见了，可当一个小孩说你们什么时候再来，这句话是一个期盼。另外，抓风车剧团嘛表示，会伫每年办一场20周年的特别演出，用一出戏的时间回头看这20年来行过的路，也会继续表演落去，把这个儿童艺术工程变做所有台湾囡仔的共同记忆，搁再向前行20年。记者陈新东、谢桂玲台北报道。草莓伫台湾是寒人的季节，也毋过伫英国，草莓伫6、7月热人的时阵会大出，所以伫耶诞节时伫英国草莓大部分拢是对北非进口的。英国农民就透过温室甲 LED 曝光的技术来培养草莓，要互在地民众寒人嘛有在地草莓通买。对英格兰南部的苏塞克斯、肯特到中北部的林肯郡、约克郡，拢会当看到这款的气泡农场。有的是传统开放式的建筑，邀真侪农民搭温室来保护水果。但是，就亲像大多数的农作物共款，伊也是看天食饭。因为安尼，英国的气泡季节集中伫热人的6月甲7月，拄好是网球4大比赛之一——温布顿锦标赛的赛季。而且，气泡会用讲是英国上受欢迎的水果之一。圣诞节就要到啊，农民拢咧上步，要互国产的气泡也当伫圣诞料理当中食做真享目的名称。
we're producing here enough energy for the plant, so the leaf receive that energy from either sunshine. Lovely day today, so we're lucky today. But if that was not a sunny day today, the LED lighting would create enough energy for the leaves to absorb that energy, take it in, and deliver the energy to the berries, which comes also with sweetness and size. 各地农民的想法也无相同，用 LED 电火来取代部分日照功能的农场。所在特殊的这间农场用的比例就真悬，占地大约3.6公顷，强美是2个台北小巨蛋遐大，所需要的电力来源也真惊人。为着降低环境的冲击，文学处长导到一块真大地太阳能板。英国天空新闻的报道指出，针对2025年的冬天，这个农场按算会当提供150万盒的气泡。 互各地民众伫圣诞节拢会当食甲舒叫。公司新闻起家人朋友。12月24号嘛是小熊维尼的生日。伫1925年，小熊维尼以圣诞故事的形式伫英国伦敦的报纸刊出，到今嘛都好满1世纪咯。伊古锥的模样甲故事伫世界各地拢有真侪卖种。走路摇摇摆摆，身躯顶穿红色的衫，上喜的物件是笔。 大家上界熟悉的角色之一，就是维尼·勒普。这个角色对1925年第一届出现以来，到今已经有100档的时间。一开始，维尼是作者米恩伫伦敦暗报顶悬写的儿童故事，描写维尼因为爱食蜜，互胖甲肉，甚至卡伫土坑内底的故事。这篇故事是作者米恩为着迄当阵5岁后生所写的，所以后生克里斯多夫·罗宾也真做是故事内底的角色，甲维尼做伙伫森林内底冒险。维尼的外形是来自作者米恩送互 后生的熊翁仔，也那名是来自迄当阵伫伦敦动物园有一只也号做维尼的细只乌熊。One of the reasons why I think that it still resonates with children is the sense of snugness. It's an enclosed space of friendship, and one of the chief anxieties that children are trying to negotiate these days is the world has gotten so big and so immediate and so accessible to them. 1960年代，迪士尼摕到维尼·勒普的版权，而且重新甲做成放假，伫个新世代当中搁再兴起来。维尼·勒普的故事重点毋是道德，是强调朋友之间互相扶持、互相陪伴的情感。 I think what the text does there, it doesn't kind of negate these as difficulties, but what it does is to say, no matter who you are, no matter what you're like, you're valued, you're loved, your friends are there for you. 维尼·勒普出现以来，也真侪个商品化，毋但是真大的商机，也真做是全世界上界有名的角色之一。无论是大人也是囡仔，拢会当真简单地感受到这只黄色熊仔囝的魅力。I think it will become perhaps less relevant over time, but I think it will still retain a core of devoted fans, which as long as I'm alive, I will be one of. 公司新闻由派准编译。下晡晡的天气，咱来看各县市详细资料。北部地区上低13度，上悬15度。中部地区上低14度，上悬21度。 南部地区上低17度，上悬25度；南部地区上低15度，上悬23度；外岛地区上低10度，上悬20度。感谢观众朋友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陈淑君，明仔载下晡3点，咱再会。